传用客家同客家文化，还为2年前开始办理新传师的制度，本想的教学的人是在提升起地步的教学生的。不过有人认为新传师之间认听太唔硬跳的，等到对客家传承不利，同时造成开办也得按复杂的行政程序，也会影响到新传师准备教学的时间。还为则表示，一种社学同式的教学对客家当地有天数，也会透过文气研习的方式，文新传师相互交流。但因太年设置强下用客法long土诗词，2年的宣传班都轻松的环境底度，本国家庭强下来学习客家语言文化。将来人一个慢慢的讲的话，就会慢慢的不是很正确。那就是读后教的先生教爱的搞声音的话比较正确，没为了比赛安用的，就从日常生活中或是老师从游戏当中会教爱的声音。跳了河来山南歌啊，来结了好来演啊。今年这个对高中毕业的入年会，此时就探讨开3个班的热爱身边来学客家歌谣，很多动到比赛底度拿奖，高中还忙毕业就已经拿到歌谣类的宣传师资格，未已经开过4个宣传班。然后个后生人啊，就有种人总唔得读书，然后就希望利用客家嘅语言，然后现代嘅歌曲结合，就后生人他做得读书安样。可不非在2年前开始推出抗疫宣传师的制度，透过精神的尝试，本土社区底度做客家语言、文学、戏剧、歌谣教学的先生宣传师的资格。到2019年3月25为止，左右1465个人拿到宣传师的资格，其中1年内有1141个人签到，占78%。歌谣率239个人听得到，文学同戏剧率人数是较少。不过，客家后家王云太之少，2年只有千外届的宣传师，资格年听较弱，长期以来对语言文化传承较模糊。所以那个宣传师，既然那个词哦，个词是没清清彩彩哦，工厂师个词没清彩系咩啊？从原来伊出去叫欣赏业啊，个种教书业咩啊？所以经过很严格的审查，本期有一张呢，一个 TV， 今期有一个 TV。人让为行监来向伊来学习。客户非讲，做宣传师认听重要焦点，同相关客家教学的工作做了多年，也同世态类的比赛研究又得到肯定，甚至指导学生参加比赛成绩，再写作认听的标准。指导过当到宣传师写企划书，本是每宣传师的做群向。就指导讲，宣传师你还除了自家上面选项开办，还能有超过119岁以下后人，招生同经费申請核銷係千難的。我承辦啊，到底那度人會來做我學員，我先做提計劃，唔過有嘅人每天會來啊，來嘅可能唔會符合我嘅計劃嘅內容，所以變得見行見看。見做見跳。目前就有目前的分期的演習。同時我文教處也有構想，喺呢判可以委託師範大學、委託教育大學抽梯來判啊，按樣來抽圈來學習，抽圈來研討啊，就會增加嘅功能啊。為大解決單元通買問題，有301個宣傳師將相關比例遷到嘅投人員，直到今前成立全台灣第一個宣傳師協會，希望是組織通人宣傳師，透過教育訓練嚟到不同嘅交流，幫宣傳師設發揮更加好嘅教學品質。佢會一直強調，透過呢種小學堂嘅宣傳班，對社區來營造共抗疫嘅環境，加上進一步抗疫文化嘅傳承，當建同家庭拓展到社區底度。靠新聞黃小康、番茄石廖文輝特別報道。